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3月2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高雄市社福主审总会承接台南市第5区食物爱心银行的服务，其中关庙分行今仔日正式开幕，呼吁说一地当地民众，一旦家庭突然间有变故，或者是生活陷入困境，拢会当向食物银行提出申请，来减轻生活负担。
但是近年来，积极委托民间社会福利团体来建立食物爱心银行。25号上午，第5分区关闭分行伫高雄市社会福利慈善总会承接服务，有侪民代贵宾的见证，正式开幕，场面温馨。台南市政府在不在？原来是一个据点而已。那现在我们关庙地区呢，因为服务的人数还是持续在增加，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分行来服务。那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冰箱那以后有一些冷冻食品的话，那就可以服务民众。透过政府甲民间协力，就是要让家庭突然间有变故，或者是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势，会当提出申请，透过点数来兑换所需要物资，弥补欠缺的减轻负担。有委办不同的那个慈善会啦，或者是一些爱心协会，那里面都会有专业的社工还有督导，会来针对来申请的民众做一些资格上面的审核哈。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民众，都欢迎不要客气哈，都到各分行就近的各分行去申请我们的食物银行。高雄市社会福利慈善总会伫去年成立以后，嘛感受服务案件对10案增加到60案的需求愈来愈大，所以嘛引进行动物资车的服务模式，透过定点巡回发送，互偏乡民众会当经营所需要的，嘛互送物资不只是援助，而是真正的尊重甲陪伴。它可以让民众有尊严式的选物。因为过往我们会认为说物资包送到家，但它就少了选择的机会。今天透过我们行动物资车，它可以针对它所需来挑这些物品。对，那我们这台物资车可以到山区、到巷弄也都有。那这台车是社福总我们自筹的，也就是说在跟市政府合作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去把这个服务做升华。就表示未来嘛将持续结合民间力量，扩大服务的自驾量，落实在地化关怀。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议员王家珍去年伫个议会总质询，就针对第1分局脑骨破损，替环境来请命。虽然质询过后现况已经有改善，不过长远来看，也是需要找土地来迁建。议员25号召开记者会，提出伫个大东夜市的机关用电迁建，希望市府依照分局的需求来编列预算。议员王家珍去年伫总质询，就针对已经40外档的第1分局电线外漏、建物破损，甚至有吊丝送便当的情景，相当唔甘。即个替环境的厅舍环境来请命。虽然质询过后现况已经有所改善，不过参像天棚等维修经费也是不足。各位看看，这是1分局我质询室去现场照的现况，非常的破败不堪，没钱做整修，就随便挂在那边的各种设备，各种所谓的墙壁的壁面的哩哩啦啦。就是一做关系以后就是我们也有请厂商来估价，就是说怎么来做简单的维修。可是因为经费上因为有偏高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就是一步一步来做整修，然后让同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对此，议员王家珍邀集财税、地政、都发等各处代表召开记者会，再次替环境来请命，强调长远来看，第1分局也是要重新找地有迁建的需求，嘛，互公部门的土地运用会当久久长长，发挥上大的效益甲价值。让人民保姆维护治安，我们也先要让人民保姆有一个可以安心在内部办公，各种现代化设备配置得当的家园。确实有迁建的需求，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那我们财税局因为有掌管私有地的管理嘛，我们可以来协助1分局找找看有没有适合的私有地给他们去评估。看是不是要迁建了，大概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是在这边。规中市区相关单位希望第1分局第一步要提出用地面积的具体需求，依照法度伫东区的公有地，或者是商业用地来评估，讨论兴建厅舍敢有符合需求。
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运河为1926年通航至今，已经届满100周年。台南市政府宣布，为4月份开始启动运河100年纪念系列活动，串联公益艺术、音乐展演、民俗庆典甲观光的体验，邀请全国民众做伙来台南见证100年运河风华再现。迎接台南运河开通100周年，市府跨局处合作，宣布对4月份开始，以水花光影、文化展演、民俗庆典甲观光体验为主题，启动纪念系列活动。台南运河承载着老中青台南人的不同的记忆点，也不同的回忆的部分。那我想每个人对运河都有特殊的解读，也特殊的想法，也都能够希望他们都能够在运河的100年祭的活动，截取出属于他们的一段。4月1号，首先由工务局推动的台南运河光环境示范计划点灯开幕，接续经发局推出运河加比市集，将有上100大品牌进驻水花。文化局规划的重头戏会伫咧4月18到2日来登场。我们会有一个水岸灯光秀，那让大家呢透过灯光秀把所有焦点放到运河上，100年的运河它形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声音的想象，那就透过音乐会的这一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静静的享受那个运河美好的一个画面跟声音。借1926年到2026年，刚好都要届龄100年。大天后宫承办4月8号、9号、10号，在安利停车场有一个大型的法会。11号。有一个那个绕境的活动。除了艺术展演、民俗活动嘛同款精彩。大天后宫安排电缆马坐船游运河，同时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嘛将结合花舞表演甲大型市集，替运河助力节庆能量。5月份会举办户外音乐节，11月底有加启用运河游河 BOT 暗码头，嘛将进一步提升水花观光服务量能，象征台南运河对历史走向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庆祝农民节，台南市农会25号伫走马热农场举办农民节表彰大会，表扬一冬来对农业、农会、水利、金融推广教育的模范农民。今年总共有154位职优的人员得到表扬。先深耕我们的一个4件教育的推广，在培育青农以及青少年、社区还有产销资源的结合上面呢，非常的用心。再次恭喜我们曾芊芊。表扬来自各农业领域154位模范单位甲人员，表彰其伫咧农业生产、推广甲技术传承上的杰出贡献。台南市农会3月25伫咧走马热农场举办125年农民节表扬大会，感谢因去年一冬的优秀表现。周子轩获得的是我们10大绿色照顾农民团体典范，恭喜我们周子轩总干事。现在的农业是一个全方面的农业，不只有生产，那还有包含一些环境永续、生态保育人力的培育，甚至是绿色照护、生活保障等等哈。那各个面向都要靠我们各位农友，还有各个包含农会各个单位的共同努力，那才能做一个全方位的农业的一个转型，让农业的永续发展。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场面呢，包括我们不管是金融、水利、青农等等。这些在专业领域上呢，一些农友们得到一些这次的殊荣。那我们很感谢呢，经过我们这些农会、农政单位的努力下，不管是从我们金融放款，从我们的一些那个绿色账户等等的一些推广，都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时候来表扬大家。台南市农会表示，去年伫各界农友携手共同努力之下，为农业、农产品安全把关，积极推动有活力、年轻化、高竞争的绿化农业，推动新农民、新农业、新农村，打造高度竞争的优质农业，再创台南市农业发展的新局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旅游景点、
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伫高雄南仔坑辖区附近有一台卖古早味卵饼的餐车，看起来真普通，毋过因的卵饼外皮酥，内面软，佮香滚滚，加上特制的辣椒酱，互真侪人一食就调的。生意好，甲一工只卖4点钟，差不多会卖了收工。红白色的餐车不时有客人上门，开在嘉诚国小旁的古早味蛋饼，是在网络上都找不到地标的低调小店，有别于一般粉浆蛋饼的软 Q 滋味，老板特别做出外酥内软的口感，搭配自制的辣椒酱料，丰富的味道层次，让吃过的饕客都齐齐称赞。因为我家住在对面，所以我会就是从这边经过，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儿子强力推荐叫我来这里吃，然后他有帮我买好几次。然后我今天点的是蔬菜蛋饼，脆脆的，它主要是很脆，然后还有它的肉质也不错。我也点了他们今天的那个烤肉蛋饼，就路过，然后就看到这间，然后就来试试看。然后今天就点了那个双蛋蛋饼，平常就比较喜欢吃那种脆皮蛋饼，很好吃，就古早味蛋饼。清早6点半就开始营业的小餐车，煎台上不停坐着一份又一份的蛋饼。虽然摆摊的位置不太起眼，但丝毫不影响脆皮蛋饼的好生意。短短4个钟头的时间，当天准备的食材就已经快要用完，不难想象这份美味受欢迎的程度。因为我妈妈本身她也是开餐车，然后也是卖蛋饼。那我们店的招牌就是烤肉蛋饼。烤肉的部分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去市场采买嘛，就是肉摊新鲜的温体猪，然后透过特制的酱料腌制而成，所以我们的烤肉吃起来都是有一个特别的香味跟甜味。我以前是连接车司机，大概开了8、9年。对，因为我对餐饮很有兴趣，就想说还是要自己出来创业试看看。对，因为我本身就蛮喜欢挑战的，因为像去开连接车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觉得就是时间好像也是要把握一下，趁现在年轻可以出来闯一闯。开业仅半年的小生意，由于紧邻学区，周边又有早市和加工出口区，靠着顾客们口耳相传的介绍，即便没有过多宣传，依旧在当地逐渐站稳脚步。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北高雄重要的地标之一，腊八地开发案日前举行上牛仪式。这栋47层、上悬235公尺复合型商办大楼，将有知名百货第3馆进驻，预计伫2028年开幕。凹字底开发案47层商办大楼钢构已接近完成，正进入外墙帷幕施工阶段，目标今年底取得使用执照。除了最高235公尺的商办塔楼，另外有23层饭店及13层大型群楼。有民众表示，未来47层商办大楼完成，加上百货第3馆进驻，又有捷运、轻轨的交通便利性，是北高雄最好的商业地段。第一，交通方便，因为它是北高雄的蛋黄区啊，所以讲以后伊伫遮应该是会足好的地点，大家要消费，最直接考虑就是交通问题。对呀，交通很方便呐。对呀，我们刷卡进来就好了。做发展啊，伊捷运里边啊，车辆拢里边啊。凹字底开发案昨日举行上梁仪式，坐拥地后商圈优势，未来不仅是商业开发，更是带动产业、消费与就业。北高雄黄金三角百货商圈即将成型。凹字底在过去原高雄市区来讲的话，它是所谓蛋黄区中的蛋黄区啦，那基本上就是说，除了跨过博爱路在凹字底跟左营的交界有异想天地的一个这样子，第1期、第2期，第2期他们也快好了。那在过去的龙华国小旧校地，那现在就是也很感谢富邦集团愿意投资高雄，他们
即将就是说所谓的一个高雄之星的一个计划那未来将会由汉来集团去进驻啦，包括有餐饮、美食甚至过去大家所期待的在北高雄地区没有影城这件事情那未来那边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健身房。总楼地板面积达15万坪的凹之底开发案，位居北高雄核心地段，未来将成为市民共享的生活舞台，一站式满足各年龄层的休闲、运动与消费需求。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全台唯一的阿嬷牌青铁锅观光工厂，伫桃园平镇正式开幕。将30档来用好铁做好锅的职人精神发扬光大，成功转型，要互民众会当看到传统的技艺。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出席，而了这是结合传统甲现代科技的桃园骄傲，带恁做伙来看卖。1、2、3，坏，从上面到下面。大火猛烈炙烤，手脚利落翻转。阿妈排生铁锅，执行长叶清源打起高温喷灯，熟练地为崭新的铁锅抹油、火烤开锅。过程中不仅仔细讲解每一个重点，甚至很开心地唱起歌来。快乐，爱大理。这份把做锅当成一门艺术的职人热情，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而这份传承了30年的技艺，如今更摇身一变，成为桃园观光的新亮点。尽管外头下着大雨，这座于10日新开幕的观光工厂内却是热闹非凡。这间曾5度荣获淘金好礼的在地优质品牌阿妈牌生铁锅，正式转型为观光工厂。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出席检，肯定企业将传统产业发扬光大，为桃园观光再添亮点。我们桃园每一个观光工厂都非常有特色。那么阿妈台生铁锅，这个在全台湾的观光工厂里面是唯一的。把传统的技艺结合现代的科技，做到尽善尽美。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兴奋。尤其它制造过程里面特别注意，就是在将来在使用锅子过程里面不会释出任何的有害毒物，让大家用得安心，吃得安心。这个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叶执行长跟吴总经理30年的创业有成，今天终于在观光工厂的成立的时候，让大家看到他们成功的背后，非常非常令人激赏。从夜市叫卖起家，一步一脚印。走到拥有专属的幸福旗舰馆，总经理吴宇华感动地表示，一路走来受到经济部与桃园市府的诸多辅导与帮助。如今工厂不仅是制造端，更是推广回家吃饭、幸福温度的重要据点，主打双重认证的品质保证。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桃园市政府以及各局处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让阿妈牌生铁锅不仅是可以做产品的工厂，也要成为台湾桃园观光的一个特色的据点。我们这个是2个 MIT Made in Taiwan 跟 Made in 桃园，对，我们以桃园为荣。好，那我们能够加入桃园观光工厂的这个大家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座观光工厂，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桃园，然后也能够多停留一站，多认识台湾的一个品牌。也希望桃园的观光，为桃园的观光发展尽一份心力。为了让铁锅好用又健康，执行长叶清源发挥机工科背景，从选材到去碳抛光，一路将铁锅改良到第8代。现场更亲自示范独家的开锅技术，展现锅具无任何化学涂层，不仅导热快、耐高温，更不怕铁铲刮磨。其实也是因为经发局还有观光工厂协会他们一直鼓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们后来想一想，好像也对，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锅子怎么做的，所有制作过程都公开透明，没有秘密。
阿妈牌生铁锅秉持手工打磨与无毒理念，成功转型为观光工厂，提供自成导览及寓教于乐的体验活动。民众未来到平镇，除可亲睹精湛制锅工艺，还能将台湾本土的健康好味道带回家。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高雄中正交流道长期拢塞车，交通局伫去年14号起分流，最近又搁做了调整，因为进入市区的车辆比例较悬，所以落匝道改成一直行两道转的配置。经过2届调整，通勤塞车的情形已经大大降低。中正交流道一直以来是高雄的交通痛点，因为车流量相当大，时常会发生严重回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交通局在去年中旬率先利用号志将国道与平面道路重新分流，有效避免了车辆交织引发的拥塞危险。就是车辆蛮多的，然后就是有时候左转啊不是很方便啊。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啊，是看起来就是还蛮危险的。像有时候中正路很会堵车，然后你高速公路右左转啊，然后直行的车也是蛮多的啊，所以很容易堵车啊。那因为这边的路口的路型是有下匝道的车流，又有平面的车流。那早年是因为我们号志的时间有部分重叠，所以下匝道的这一股车流跟平面的车流。会在续行的时候会有一些交织的情形，那所以安全性上有一些疑虑。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回合有透过号志时间的分离把这2股原本会交织的车流做错开。那初步的安全性的部分已经做提升。近期交通局与公路局评估后，决定再次进行调整。由于下国道进入市区的车辆比例比较高，因此将下匝道口的车道由原本2直行1左转的配置，改为1直行2左转，并搭配号志调控，希望疏解该路口时常堵塞的困境。那再来，我们也发现到说，因为下匝道里面的车流，它左转往原高雄市区的流量比较大，大概是7成对3成。所以我们路型上面我们有在做重新配置，就是左转会配成2个车道，直行1个车道，就依照我们转向量跟直行量的比例。那这个部分的路型的优化呢，已经在上周已经完成了。民众长期反映就是高速公路国道1北上中正交流道尖峰时段的时候，车流会严重回堵甚至影响到88道路的这个车流。现在左转进市区的车道由原本的1道改成2道。目前车流顺畅许多也可以让原本严重回堵的车流，现在仅限于交流道附近，大幅改善进入市区的车流。中正交流道是高雄最繁忙的国道出入口之一，经有2次微调，大幅降低通勤时段的回堵状况。交通局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监测该路口的车流变化，并透过智慧号控进行滚动调整，期盼给市民一条更加顺畅、安全的通勤之路。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
投资赚很多钱。啊！